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佤邦新闻。铭记历史，不忘国际主义传承。今年7月10日是亚洲第一场人民民主革命——蒙古人民革命105周年纪念日。今天上午，首府邦康党政军民及社会各界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集体来到佤邦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隆重举行了缅怀蒙古革命先辈纪念活动，深切追思为亚洲人民翻身解放做出榜样的蒙古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自荣主持纪念活动，首先为兵鸣枪，以告慰为亚洲人民翻身解放打响第一枪并英勇献身的蒙古革命先烈们的英灵。鸣枪礼毕，雄壮激昂的国际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歌及邦歌奏响，全体人员面朝北方，向草原上的革命先辈致以最高礼赞。面朝正北，中央政治局常委、联合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赵忠丹代表全党全军向蒙古人民的伟大领袖苏赫巴托尔同志、
和乔巴山同志敬献花圈，表达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紧接着，全体人员脱帽向亚洲革命先驱们行3鞠躬礼。鞠躬礼毕，鲍艾康副总书记代表全党全军致辞，回顾了105年前亚洲革命的奠基人苏赫巴托尔与乔巴山同志的不朽功勋，指出蒙古革命与我国革命具有高度的相似之处，因此对我党深入群众开展斗争起到了重大的激励和示范作用，强调我党我军将永远以革命先驱们为榜样，坚决贯彻执行鲍有祥总书记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道路的指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将先辈们的红色基因在亚洲乃至全世界世代传承下去。活动最后，全体人员怀着敬重的心情，首先绕面朝北方敬献给苏赫巴托尔同志和乔巴山同志的花圈1周，再绕纪念碑1周，以寄托对蒙古革命先烈和我国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把对先辈们的崇敬之情转化为不断促进佤邦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为我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而继续奋斗。好了，观众朋友，今天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想要获取更多的佤邦新闻资讯，您可以搜索佤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佤邦之音”或“佤邦声音”。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